兵赶到山路，反对上先锋手走起上去独自运送死口到上海子，也得来一道商量李凤城绑架的事体。先锋已经赶过去，一旁队嘛，我说你夜里向邻家里向商量赎金的事体。独自运讲，先锋啊，现在赎金是一方面的事体，可以吹水，但是啊，搿桩事体后患无穷，万一你都觉着搿个赎金来得实干便当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现在嘛帮你，下来嘛帮你，再下来再帮你，不抵着。你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以善后患，全部解决它。搿哪解决呢？我觉得你要去寻一个人，啥人？上海滩浪向的渔民杜月笙，只要你肯出面的时候，搿桩事体肯定全部摆平。没什么便当啊！你这样一个30人，哪记得着这样一个上海大汉呢？先锋啊，我已经想好着。那搿个杜月笙有2个爱好：一唱京戏，二听评弹。我已经打听清爽着，你屋里向做上堂位，有2档实习先生经常让屋里向演出的，一档读书，一档写诗。搿个一档写诗就是陈立清、纪立芳。那么呢，先锋也欢喜唱戏的个，而且唱得不错。搿个纪先生对你还是比较欣赏。搿么这个上门拜访纪立芳先生，觉得你个答应，我乃大进杜公公。好办法。那么商量定当，赶到纪立芳屋里向的讲明情况。纪立芳是个正派人，听知各位非常气愤。伊去开口饭个，真的是神人八步，啥个？要10根斤两。伊说是个3点动力不容易，那么真正年事个立旁国里根根谁要动啊？先锋啊，这般流氓真是欺人太甚！你现在准备哪样办？要叫我做点啥家？季叔。我听别人讲说，你也是辣杜公公唱堂会呀？是的，是的。杜公公，我每日天侪要去。不过嘛，今朝叫我去得晚点，因为杜先生有应酬，叫我10点钟了再去唱。那么，季叔你也能够带我一道去？我要面见杜先生，求杜先生帮忙，追奉承啊！这个倒是一个办法，但是你现在讲起很不意思，要讲得上闲话，那么可以居俯称。是啊，今朝你是当你临时拼一个3股刀，是么非要实在，只要谁是唱，要唱得再浓水个。是要让杜先生对你鱼子好感，那么事体方式还拖得上去，昨日来噻，你看。嘿，这个办法好个，搿么是跟到一道去？搿么是镇定是个？商量好定当。陈立清也来着，你到搿个一带相当是娘女当学生，情况讲一讲，吃过夜饭，那么山高头2部黄包车么是王真杜公公而起，大概到进门房间。一个人要进出来接待，啥人？杜公公的总管叫范木林，是杜月笙的远房表弟，亲信历代东家还是忠心耿耿。所以有辰光杜月笙没空，上面浪的事体侪要你去接待。而且杜月笙这个人啊，对艺人对演员特别的尊重，一定要关照总管来亲自接待。所以到外头一看嘛，哦哟！神奇2位先生，今朝到来得着啊！哎呀，范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呦，搿个一位姑娘是那个是我的学生子，叫佘小凤。今朝到底来呢，跟一个3股刀南马的，那么为主要请杜先生
指甲指甲。哦，小妇眼睛立起身来，这一只身，盖先生，麻烦侬。好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小姐，你到今朝稍微来得这大点。现在第一档大事呢是吃老师我进去看一看，等到你结束之后，我出来再请到进去。小姐，三路片刻，马上里向进去。杜月笙出身了100年的中川寨，因为是中川搿日养的夜里向月明时追，所以你个爷娘把你起个名字，遂叫月笙。虽是我两光下头拿来生出来的，所以本来你是生产的生，但是不去好日家爷娘在死他口的大大的几后讨饭，后说来到十六铺走口来去打工，那么你穷死家乡，这个日家啥辰光是个对，那么那日想的花头出来，名字朗动的经改他把爷娘把那是个顺带不孝，不理想出来，杜月个身上头加一个竹里头，有讲句个竹里头竹，这个步个力32力，大丈夫家力而不怪，对要7人对的。那篇讲里这个竹里头加的有道理，有讲究，而且这个名字改制之后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。帮王金庸打工，为帮你布置好几张案子，为先交举子王金庸的性命，所以王金庸相当的欣赏你，而且为得你一的结拜弟兄。所以当时上海太郎乡3大行，王金庸、张小林、杜月笙。但是到现在呢，张小林因为对抗日本人，组织后期把了世界头砰弄脱人。王金庸呢，上至的年纪，现在让受进王家花园享福，现在讲起来太居而西，所以现在上海太郎乡杜月笙第一大行呼风唤雨。你个业余爱好1惊喜，2平淡，所以党委是上场的。现在屋里向2档党委，1档读书，1档写诗。读书呢是沈玉梅的基功，非常发学，好不像写诗呢就是陈立清、纪立芳。那么这个规矩陈立清、纪立芳里头这个风格，里头这个诗路比较新，比较美，新多多。他是把了书上里向说个说话一般性把了当中往里，不会得松卡的，松卡的也难忙。但是呢，杜月笙恰恰一个相反，你也难忙的把前头。上天一日天下来买饭买吃力着，那么学点个书，哈哈，写一写，人放松点。那么后头一档新的书啥意思呢？杜月笙也失眠的，夜里一直困不大觉。那么晚上纪立芳这个唱呢，哒哒叮叮咚，哒哒咚咚叮叮咚，新得不得了，也是个美。所以等到那2句一唱嘛，杜月笙眼睛闭了闭。困在这，你当里催眠曲的，所以陈立清、纪立芳搿当时摆了后头压台的。现在是7声贤美一位是说他们杜月笙哈哈大笑，哎呦好极了，这个是好的，这个是好不香的。范没领进来，杜先生，没领那个马上准备眼点心，让这个沈先生吃了，派出送医回去。好的，那么。陈奇先生他已经到着，好的，请陈奇2位先生开始吧。对吧，杜先生？不过今朝呢，你都是3个档，哪能3个档？因为这个纪立芳先生呢，你也带几位女徒弟过来，讲今朝这位也来唱不来听听，为请呢杜先生指点。好，3个档喏嘛，好，来，请来。那么台子玩出来，3个档上头什么？那么这规矩这个一档上来，你习惯性的眼睛一闭，等待那前天一唱嘛，你慢慢讲，滚到来着，今朝不来噻。实际呢，刚刚范木林讲的也让我听之之后，我要指点，可是不能打个冲。
哎哟，一看个姑娘坐下来着，看你三年纪，马上不错，不知艺术朗向那喊话，所以大爷听一听了。邵先锋现在身处剧中，面对着上海滩大名鼎鼎的白相人窦月笙，为分开场，已经非常离别。今朝我是为救冯春而来，那么首先我的场要感受窦月笙，让你艺术上欣赏之后，那么留下来我的闲话随下讲上去。再想想，手这平台为啥只能够相上许多人？喏，谁拿窦月笙来说，上海滩三大行之一，几乎忙啊！别个里再忙，平台天天仰听，说明革命艺术有其独特的魅力。再说窦公馆，普通人也想进来几乎难，但是人14人可以畅饮无阻。别个今朝也坐了此地设施，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体，我一定要好好珍惜，杀上一个难得的机会。因为今朝的不是普通设施，而是军人啊！飞一度，还比浙江江山。
三凤周年的，现在辰光一切啥人谁也忘记，谁也真一沧海，让窦月笙接受之后，那么我的闲话谁还讲上去了？所以现在辰光的十三凤，随身关注，谁拉拉等甚至两位来世做江山。今朝前地方先开口，窦先生，今朝我们带这个学生子叫十三凤，前两年唱的一曲开篇，请窦先生深入指正。我晓得个，窦先生对你戏曲方面是大大的行家。这句闲话听了还恶心的，大大的行家，磨皮人人吃的，等些还要让我指点指点。可是呀，阿姐，听一听得了。现在请听上次风中一段戏曲《霍林锦诗典》啊，手我们带三凤看看，唱吧。请听《霍林锦诗典》，唱得不好，请多多指教。唱得了身心并美，一面唱，一面想到冯春的自家关系，也想到冯春现在落袋子绑匪手里，肯定吃子不善口短，所以心里特意难过，特意短着了。一段戏曲唱得阿模样，真是声泪俱下。不对，窦月笙啥等样人？上海滩浪向红面目、绿眼睛、三角巨泪，啥等样人分看这些个啊？搿三个娘一头死的，那为他唱得这样副样子，真眼里下来。哦哟，雨后头，今朝。当为百姓上，一样分为与分战。没地来两个小相逢，上当别人三勾当，莫非是寓意唱戏在当上？
不像是真个唱开篇，看上去有尸体了海啊，难看啊！一曲四点哭，深深就来太凄凉。假戏真走非容易，是此一可为那转。定是唱出真心话，所以是身为居下，是衣裳悲痛越在于内伤。猜得不错的时候，这个姑娘身背浪向肯定有天台地崩的飞来皇后，所以为得哭得这样伤心，哭得这样的凄楚。咁么呢哈，哼，我都没手来行衣裳，不得相如李应当，上海滩为我来受伤，年头当定，这个季先生，哎，杜先生，侬这个女学生子啊，好像有啥个心事啊？哦，前地方周年的杜月笙看事体实流凶啊，差一半时已经看出小凤有心事了海。但小凤妈妈趁这个机会合适讲呀。小凤已经调整好自家的心事。杜先生，实不相瞒，我有个亲眷叫李凤春，还是唱台词的。昨日阿爷快6点左右，辣那云南路5马路口被人绑架了。儿子里都是一年拿10根金条，你说是个，一时头浪向难吹得出，实在是追头扶老，所以只能对待麻烦，打在那杜先生，请杜先生帮忙，去杜先生做主。哦，听得杜月笙面孔上变色。我前头就讲过，你特别尊重艺人，不可能神明的或者普通白江湖的，你甚至啊全身不移啊，所以相当的尊重你的。这些辰光，所以很多的演员，很多的艺人，只要有门路，只要寻得到杜月笙，你一定会得帮忙而且帮到底。这个一番闲话听过头不转来。马林，杜先生，听见吗？昨日阿爷快，一群龙马路跟随，一个男的14岁生叫李凤春，不知把那啥人绑架他去了，你马上当我电话私密打出去，当我信，当我说啥人绑架他去，马上放出来。10根金条叫你问我杜月笙来拿，马林不能1个钟头，伊朗该打立等为营，侬晓得吧？啊，曾杜先生吩咐，让你出去，那听见吧？关照了。三号的眼睛你起来吧。哎呀，谢杜先生，谢杜先生，来，坐啊！那放心，1个钟头一定会都有回应的。谢。前里方一口紧张的设施是不成功的，那么情况已经发生，但是要等回应。啥个？刚才小凤厂子一场开篇，总归要客气他2声。杜先生，刚才我们学生子厂子一头开篇，那杜先生万分提意见了哇？哦，对个，要指点。对。咁么我不客气了。好，他2声吧。
搿个三姑娘喉咙啥子不错，呱啦松菜青菜鱼儿，但是呢，我觉着有一点美中不足。啥个浪向呢？拿搿个用嗓，拿搿个韵味为复习。读老司机先生，我啥天欢喜听你个唱，你才后来个。三姑娘轻实讲有对福气，那唱下一时讲不能张开嘴巴说搿个字出来，突出突呢。你要后来个说话有韵味，我家听来笑去。我啥天欢喜听季先生唱的，哎呀，你随着后来唱的舒服笑去。我听到啊，我娘慢慢讲，昏头啊会得当上来的，所以实在信不过。我努力当叫音乐练法，哎呀，懂啊？真是讲得太好。谢谢董先生的机会。那么第二点，我也讲一讲，你不是单单听诗，我也看了。特别是女演员16岁，身浪向扎子旗袍，那么呢，一定要款式、颜色、料子，样样侪是好么看了还叫赏心悦目。那么今朝三姑娘那个服饰特简单了点啊，马林杜先生呢哈，到楼浪向寻3位太太，每位太太拿10件旗袍拿回来，让三凤姑娘改一改啊，晓得没？这个小姑娘水浪向，哎呀，一样么子也不来三个。这个季先生，刚刚15岁的朋友啊，沈先生，李了浪设技工的辰光啊，放置一只噱头。你讲15岁的一家头准作业，化妆不好，一件上衫得底，一样水色还不，不像13岁的一男一女。三姑娘漂漂亮亮，扎子旗袍，花枝装，琳琳朗朗，大满水色。刚有一个三姑娘，哎呀，人家送子一只专家不了礼，显是显得不得了。所以代表我拼命搿只水会，哈，啥个搿代表我有啥个叫3层楼啊？杜先生。3部的上部、中部、下部，叫3部的，不是3层楼，好的，所以这个小姑娘啦，上部、中部、下部翻来翻去，为一个翻到上头，黑漆漆个老巨山，搿个叫香，这个叫香，哎呀，翻来翻去，就是为只专家，不然人家看伊个光头，所以讲今朝我也要挑小姑娘，马林，你再去问杜太太拿一只。1克拉的专家拨了三姑娘，好，真杜先生吩咐让你上去拿的。小我听眼特这样，说到有声跑的时间多，吃水时间快。哎呀，谢谢杜先生，不过不好意思个哇。啥个不好意思呢？女演员蹲在台浪向，随时也漂亮，随时也登样叫赏心悦目。你看上去还是一种艺术的享受。实际浪向呢，我改的是自私，你打扮得漂亮点，我蹲在下头看来还舒服点，还不会得胆壳冲。那小事体，不要摆了心浪向。一些功夫。范木林的旗袍专家已经全部拿下来，台子浪向一放，来，小姑娘，专家手上戴好。那么旗袍呢，侬改点，他是最欢喜的那哈巴浪当30件，再带回去好了。谢谢杜先生。哎呀，今朝我实在开心呀！我等下讲，这个行头要紧啊！侬像我唱京戏，我晓得我到台浪向啦，唱功唱不过人家。对象不及人家，做工也不及人家，所以呢，我对个行头特别要紧。我记得我一到上台分不登场唱《天波八山》，我足啦翻子6套行头。哎呦，我听说杜先生京戏唱得好得不得了，阿能够今朝唱一段，让我姨还来120副价。是啊，杜先生，谁来推一段，让你820副吧。对。好，今朝我薪资蛮高。这个马林，杜先生呢哈，快点上面打不起叫来上面，啥叫上面呢？现在讲起来就是月台，搿辰光叫上面。好，杜先生，我马上打电话去海里到来。上面今朝海来，但是迪贝贝到伊贝贝啦，有头辰光空的嘛也没劲。别人讲，我来唱2句平台哪能？
哎呀，这这是脱鞋子。哎，好啥的大先生，拖皮包呢？对，摸个皮包椅子对不嘞啊？那么，大先生，你唱啥个？唱啥个咯？就是唱啥么子？我呢本来欢喜是齐立方齐先生的唱，但是呢，你个用的侪是小龙，我没小龙，别不出。我呢，搿么唱两声蒋玉婕老师的腔调，好的，唱两声伊个代表作到位，好的。那么齐先生，关公门前无大道，啥地方是爱唱了不正，侬要指出来了。来开始到位。舞蹈，大先生，那蹦的。多哎呀，这个几岁噻？侬烦嘞？侬讲啥？这个是娘娘腔嘞！阿拉上海人啊，上海人么多，这个叫害怕。小姑娘带下去啊！金关公温柔在人风走。一故事周长，迭只文史啦，御用到西服阿们一个是一道唱么？阿拉上海人害怕要唱么？哎呀，窦先生韵味十足，唱得真是好，唱得真是好。好啦，好。范木领导进来着，那个窦先生上面已经得着，好，今天个上面来了。哎呀，可是你可以洗耳恭听着哇。谁知窦先生还再来一段。徐先生刚刚得侬打忙啊，啥个输怕了害怕了，我这个口音不正，我拉强巴皮呀。喏，平台唱了不灵，无两声金节，那么呱呱叫啊，好叫今朝唱段金节不拿听，好吧？那么唱啥个？空人记了假东风，哎呀，人人会唱不稀奇的。今朝我来唱一段，别人家不大唱的。韵味是好，基本功要扎实，蛮难唱的。唱一段毛利良先生的法门词。哎呀，可是今朝你大概到底是语法子哇？谁要先耳福子？来，加上弄起来。干嘛是真的弄加上？你真的弄一副乐队上来。进屋了，哎呀，越进了，跌到被当磕，跟着分两吃，一个比真的唱戏子，以平台有点大为主。不过真的一点点高山没呢，还特对的，还不来三个平台有上下来时代是唱，是吧？后来拿琵琶稍微弄点声音出来，这个吃高高，是有三两自家弹琵琶，自家唱京戏。这个上面那么开始啊，把我弄起来啊，晓得，那么。窦先生来准备起来，威武天，站得马上心神不定，这几为了人谈死里逃生。真是好的，这实力好，实力好。好的，哪能还可以吧？窦先生再唱两句呢？对呀，窦先生再唱一段呢。我要唱下去啊！你万分听啥年了哇？今朝开心，再唱一句。好，听好。自幼儿在窗前。心血红绳，真是好，洗臭了，我个两上今节马马虎虎还过得去啊！真是好。原来唱得起劲个头浪向，范不领导进来着。
杜先生，回应已经过来着，这样都全部解决。哪能，小姑娘季先生听到吧？1个钟头不到，现在李凤村已经送回4个地方了，汗毛都没埋脱半根。哪能我杜先生有眼苗头吧？是啊，杜先生，是啊，这个东窗2头几条就可以了。哎呦，尊爵上海滩做人来，所以但是一心靠山。实地洋上洋洋鱼，刀光剑影何如为？再根据牛说大地，就知道是最大麻烦。是啥在？这个是一部讲着40人的血泪成长史，写实书、粗糙党、卫生间最孤单，10几度内地方决于余生，再把尸体上。水务感情上片艺术纯粹，95年前起盛大开播。艺术纯粹这个一部书呢，是上海的2位著名台词名家张瑞军、吕云山老师的花子很多年数的心血下去的。我从一开始就参加演出，从这只上海东方电视台的版本，到后首来台视联拍的版本，再到现在苏州电视史上的版本，我全部在参与。我觉得我相当欢喜这个一部作品，因为你非但是正能量的，而且是最地气的，也是反映自己平淡艺人让全社会里向不拘就事，挣扎举身，再后走向圆满的这样一段书。所以我觉得相当的佩奇回馈，我也是同时很动脑筋来演绎来表演这个几位书。那么希望听众们能够欢迎。非常高兴这个一周能够参与艺术春水的录制。作为青年演员来讲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，还是一个次非常好的锻炼机会。从中我也学到不少么子，还请老听众在听书的过程当中对我们多多指正。这趟呢，非常开心能够参加艺术春秋上片的录制。对于我来讲呢，这个还是一个机会，还是承蒙2位老师看得起，心里向对你都是充满了感激。但是更多的呢，通过参加这个一次录制啦，还是对自家的一种促进，更多的是向其他人学习。所以拉开他的呢，希望老听众对你多多指正，同时呢，还祝第2季节7个各位老听众身体健康，凡事如意。